娘娘，皇上要在皇宫里举行蹴鞠大赛，时间定在3天以后，要求皇宫上下所有的王爷及其女眷一同参加。蹴鞠？那不就踢球吗？是啊。你们这儿男女一块儿踢啊？是啊。我跟一帮老娘们踢什么劲儿啊？推了。哎，你就跟送请柬的人说一声，说我身体不舒服，不踢了啊。可是娘娘，请柬上说了，各宫女眷无论身份高低，均不得以身体欠安为借口缺席比赛。娘娘，您去哪儿啊？请假。不准。哎，干嘛去啊？哎，喂，哎，放开我！哎，放开我！哎，你以为你是韩剧男主角是不是？一副冰山脸，拉着女主角说走就走，屁话都不说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以为你学长腿欧巴那一套就能把我迷住。我告诉你，老子最烦那一套。闭嘴！